保养时款，后上太上宫，要花太假鋪。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主持人阿忠哥，又到了你老後生人打嘴鼓嘅時節。大家都知呢個時代係自由戀愛嘅時代，有人講啊，談戀愛就係談情又講愛，又係浪浪漫漫爭做地。不過有人未知道，兩三人談戀愛，敢是要安尼轟轟烈烈，兩三人平平穩穩、天天貼貼，唔當好咩？基本安尼邀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聽下來討論一下，佢哋談戀愛嘅時節，係一種浪浪漫漫，也係講實實際際就好咧，眾上人歡迎。主持人老太太小姐就係質疑。大家好，我係同好浪漫嘅浪漫小公主子怡。你當是都公主呢？係啊。哪有按到公主不能做？因為我就係後上太上宮嘅公主。好，謝謝。好。愛迪你那個安尼嘅質疑哈，就係應該先發宗主，無法度做公主，想做的啲安尼後上太上宮地位來做公主。報復性公主。拜託。報復性公主。好啦，本人做，反正你做咩冇結局嘅啦。好，第一集來做小姐都係你講。大家好，我係最後安排浪漫 surprise 嘅呢家哥哥。surprise 公主。哦，兩個 surprise。做對。大三個就公主就錯，不過兩個 surprise 假是冇安排好，所以可能驚喜就變驚豔了。哦。第三集來個小姐就係阿妍妹。大家好，我係同好我男朋友同埋講起來嘅阿妍妹。係講起來。本人講公主，本人講公主。啊，本人講出去係嘛？本人講出去。唔係真係懂要安全感咩？講咗夾檢條。係咪講到一撮中古的？冇啦。講到散檔係嘛？有啲講啲主嘅啊。你有冇同阿安名眼嘛公主？公認公主。講嘢講，誒，你動物學堂等下佢腳按個先嚟命好冇？第四道那個小街道白鉗。大家好，我係莊白鉗，我係本身學懂識字哦，不過對影片要當浪漫嘅白鉗。是基蒙字。是基蒙字，是基蒙字。聽實可以用版來解釋。第四道那小街道好心。大家好，我係當後半唔朋友 surprise 嘅後先。surprise 公主。不用啦，不用啦。你考慮一下啦。時間好冇？你有考慮過好心嘅心情嗎？考慮下，我係心情。你心情真係考慮好唔好？好啦，最尾啦小街道小鳳。嗨，大家好，我係啲設計行來前浪漫嘅小鳳。哦，啲設計地過嚟前浪漫。小解下，小解。是姬貴鳳。Hello。你有咩名字？有咩貴鳳？叫 Hello。你仲要做運動快呢？咁個就係問題之間，你遲到，你此刻係畫向浪漫呢一片，也係設計呢一片。後先生來講下。哎呦，我本身係當後半人嘅扮 surprise 嘅啊。不過因為啱啱上班又會下星期啊，呢個街上班個就同街偏談嘛唔好嘛。咁個街啱遲到啱自家係街浪漫啲都有也是咧實際嘅嗰種啊。就是因為不可以浪漫當飯吃嘛。兩種哦，偏廢。偏分。要平衡，啱啱樣做的。浪漫做得準盤切，咁個對於對人來講嗬，真正浪漫做得準盤切。嘅聲音就係正之一，之一係最浪漫嘅星座，就係貴星，就係水座誒。那就係雙魚座。好啦，你睇點嘛係嘛？就係台灣人談到雙魚座，就會感覺非常嘅浪漫嘛。唔過我以前咩唔係感覺講我自己係浪漫派嘅，我咩唔知講我自己原來係浪漫主義嘅人，係因為我後來談戀愛嘅時節，我發現我你嘛跟我嘅男朋友留嘅韓劇，留嘅咁我啱浪漫哦，簽到嘅時我就會感覺當時冇唔掂嘛。唔過唔係咪會因為我分享嘅情節全部都冇發生，會嘛裡面當公平啊！因為當中呢，自己係偶像劇女主角。係啊，裡面冇衝女主角啊，故事冇發生咩當公平啊？可能記得做個鏡戲哦，170公分以上，你看唔到啊！係唔可以講法嚟。唔過講真嘅，你接上因為誒男朋友唔拉浪漫，要拉佢嚴格冇？其實冇呢，因為我係我驚唔係當設計嘅人啊。
係浪漫又溫柔嘅公主，故所我每留佢條演㗎，我就但聽這個時間都非常嘅失望。後來就見到嘅青島嘅歲月啊、摧殘啊，還有感情嘅摧殘，我就感覺講浪漫真係冇辦法做凡事啦。麻痹了，麻痹。真的裡面你睇過什麼？真嘅。那真緊老大家講吼，偶像劇之所以按到偶像劇，迄解釋係講導線發動吼，冇辦法發生嘅事情，冇啦，按到超像劇。因為我就係偶像啊，係冇。哦，故所講是我就想後來嘅我就冇期待按到嘛，因為呢。冇期待就冇傷害。後來我就發現真勁有用誒，因為我就冇按期待啊，冇幻想啊，結果就可能有一定會驚喜嘅時候，你講我當歡喜，就冇按失望咧。就是給自己一點點小小冇錯細期待就好，假使期待越多，失望就越大。係但係本自己本太家高興，太家學起來吼。咁個講真嘅，哦，順頭嘅你家吼，你平常時感真嘅有浪漫。誒，看起來就懂浪漫啊！你可以了，浪漫看起來就懂浪漫，係唔係？哪片浪漫？牙齒懂浪漫係冇？沒有冇啦，其實我設計係知道啦，我想法懂浪漫，唔過做事情懂實際。啊有啊，然後核心考唔到。好啦，哦，好。好心嘅，係好浪費呢。好心。唔過我做乜咧？按樣講，因為我接送啊，係講我當我一班生日啊，呀係有事情啊，我聽錯位嚟準備動到嘅驚喜 surprise 本件。唔好人記住嘅接送嘅目的嘅有嘅冇嘅東西。冇嘅啊，我最好做按樣嘅事情。唔過係講你一驚喜學聽規範，我想講。哎呀 ，CP 值唔拉高，我就冇去做咧。因為我知道啊，呀浪漫就一下嘅聽聽，呀實際上行起愛要一平平當做的按樣。冇唔錯，主要有得到人做浪漫嘅時間，還鼓勵到大家 CP 值。係啊，迄個一奇怪嘅吼，一粒啊4元，還可以買100粒，加人幾多錢？5000一條就冇咧，係唔係？按樣出做唔啊，得唔過青島人求婚嘅時候都有嘅奇怪，就中獎啊。睇見你在按樣啊，睇見你在按樣啊。求婚的時間咪平常時時啊，平常時咩想做生日嘅時間。好啦，你冇講嘅，害你講嘅頭先。好啦，我而家講一下啦，因為我另一個想法啦，其實係差唔多強人嘅，因為其實我忙出社會之前哦，喺讀書嘅時節哦，賺錢都冇乜壓力啦，所以很敢花。我後來出社會以後，又經濟嘅壓力啦，所以我精打細算，處理兩下哦，我感覺就是我特別看到哦，有啲人哦賣髮送俾女朋友呢一件事情，我真經冇辦法接受。懂打爽，打爽，因為你看送個髮兒哦，送差不多就1禮拜咯，個髮是實體的，按個錢的，假的咧。好啦，白看就是鐵公雞王子嘛，鐵公嘅王子，公蓋兒，鐵蓋公，鐵蓋公，鐵嘅公。鐵嘅公王子，咩鐵公嘅？佢冇可能將花錢嘅本身每人家女朋友浪漫啊，係冇啊？冇，是要髮停哦。哦，係啊。咁個啱頭擺未撈白劍強咯，因為啱頭擺吼，啱個南個月辦嘅時節，佢就講，佢啱做生意是因為送花，啱要送啱個巧克力本啱，啱就撈伊講。佢當時佢忙準備，應該佢準備好了，本單那本單，他就講，為什麼每年情人節跟生日都要送花跟送吃的？我當年去拜我阿公後媽準備來了。其實佢係拜你啦。我就自己來講，當年去拜阿公婆，我咪準備設個老花本嗌阿公婆，做埋當年都送來的東西，結果就慢慢拿，唔過我準備花老嘅巧克力用個三個。冇關係，我今年就做阿公婆。有可能佢係那個上天上不義咧，拜到順頭啊。好咧，結果係沒有愛無嘅縫紉啊，係，係撲嘅學啊，係掂到嘅中途檔嘅，係唔係？係紮嘅縫，無念嘅喎，該錯啊。係刮刮嘅，係鎖錯嚟，拜託你下好冇嘅？阿小鳳咧，唔知教係浪漫嘅人嘛？我頭擺談戀愛過程一定愛有浪漫嘛。唔過老王太太吼有簽名對應嘅以後吼，該就冇用用了。浪漫都係準翻身我恭喜哦。古時候兩下完全冇。兩下，你頭擺一定有浪漫嘛？你可以講頭擺好長嘅時間。頭擺學長有名嘅出名嘅，出名嘅。學妹殺手。哎呦，15年前還沒黑一條龍。你係一條蟲哦。唔係，因為頭擺基本講係乜概念嘛？你要浪漫手工卡片，
有冇？自家亲手做的，做不能买烟的哦。冇唔錯。阿公乜嘅？頭擺董事行嘅織圍巾啊。哦，這個打，這個用樹打誒。嘿，這個打，然後還要避蟲，對冇？嘅碰線還要溫色。哇！還要隔色。自己會做哦。係這歪咯。真見前數做。因為佢先做嚟夾線啊。係，做嚟夾線。然後就係溫色，係，然後算哦，要搭天幾多格溫色。那我就上面我佢用嘅格數。跟住會打愛心嘛，我計嘅。有些人，我太太有受過你都有個地步嗎？佢忘得。基本上，王太太佢係最洋嘅人啊，最洋嘅就最貴咧。誒，最洋嘅就佢嘅，因為簽約以後咪嗬，唔係即結婚以後唔係簽約，結婚以後，然後結婚用結婚裝打開又強約。唔係，最主要係乜㗎？要家庭嘛，要生意嚟嘛。佢說三床我先食飽係嘛，木衰啦，生意嘅學費啦，那咪去。要存到嘅就做嚟浪漫嘅，要存到嘅全部解。他現在在馬斯洛原理第一層，唔好讓你講出來。不過你係前幾日咧結婚過後，要家庭過後，你睇自家一開始唔會想到係乜嘅浪漫東西。拜託啊，基本食唔飽係浪漫做得盡款式啦，做得盡款式阿小鳳就冇安排嘅啦。我餓死哦，係正經咪餓死嘛。不過古時候真嘅，當然爸爸、當然媽媽一開始真嘅結婚過後，佢為到節目卡度而付出按多，就會按浪漫嘛。誒，你觀眾朋友想看，呢個係就浪漫嘅人嘛。還有頭擺，呢個係唔抵人我嘅事情，唔抵送下，唔抵人我嘅事情。我想說，誒，呢度嘅東西，怎麼你知道懂浪漫咧？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分享了。用家室來挽回我們的女主角。8點打。哎，正式開始 ，camera。你為乜咁樣開眼發片？哪裡挑事啊？你就會挑事給哪一隻嘞？我離開開。兩隻動胸馬該。你放 wherever you are。兩隻動，好嘞，好嘞，好嘞。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加上一團人問睇下，自家係實際嘅人，也係浪漫嘅人。唔過，你就算係你嘅小鳳，你懂實際嘅人，平常時都不卡也有小女孩的一面。我想講自家懂浪漫嘅一層嘛。唔過，今日下轉問睇下講，對於你嘅幻想地圖，你知道最浪漫嘅事情係乜嘢？阿姊，我頭前就講嘅，就像個韓劇啲背度看，就細仔老細妹啊，可能細妹嘅海帶啊，就落地嘅時候就忽然間哭下來，聽說細妹嘅海帶，還有嘛家嘅吃飯嘅時候，你食牛排嘛，嘅細妹就哎呦牛排切都切唔斷，嘅細仔就去甲切好了，哦你本事，然後去甲拿過來慢慢切慢慢吃，韓國牛排，細仔老細妹啊，看我啥哎呀，徛去炸嘅時間，因為個水啊落水動態，哎用下曬，就等下一記炸誒，嗰種嘅炸全部都盤嘅順風嘅細妹，也是係一片全部落實實哦，全部都是。全部都浪你漫。因為底下很學地步是誒，唔係聲音呢，是誒錄音。哦，咁咩人知道？主要講唔係老人家，也係新人嘛。我一下就會搞唔掉。即係一個韓劇強聽到嘅。還有最重要嘅西來糖後來咯。哦，這是非常厲害嘅節奏哦。就係啊，那係細妹人發現呢種啥嚴格嘅事，嚴格比位，細妹人發現我走，西來就會對後輩男定佢講，我走都係我嘅唔對。哦，好的。可是有東西趕到啦，你做得安逸。哈姆立克，沒有，還沒用。我很吃這套的東西，好咧，我知道兩個車嘛，唔是個公安度，直接到台前來表演。你前面扯，你前面扯。你前面來扯。男朋友，我們淨係追人男朋友，亂講咩？好，我留睇你觀眾朋友來小記下，等下到底假設你個兩三年我嚴格啊，到底嚴格嘅事情，用假設來挽回我們的女主角。8點打。哎，正式開始 ，camera。你為乜咁樣開眼發片？哪裡挑事啊？你就會挑事給哪一隻嘞？我離開我。兩隻動胸馬該，你放 wherever
太丑。好咧，加所以。浪漫係要推介嘅，日坐下來，坐下來。北美兩隻北美，人家都在想吼，2-3年吼，可能一啲都冇事啊。咁2-3 kilo 嘅橋量，可能一定係冇得起停啊，可能2-3碼嘅時就停下咯。開佢變難吼，衝本人咧錢拿數強用。哎呦，老豆還有那可以過肩摔。係呢個踢過嘅啦。其實家嘅方面都唔浪漫嘅，因為我遲到去中國去中愛，因為男嘅時候愛用啲男。佢嘅成果就做一種買個男朋友嘅成果。咁就在一起。好咧。 好咧，唔講你話真件吼，講起來那些阿嬤誒，個心管圖就你看，太不實際化，而且聽一些實際的浪漫情景，好不好？那個小鳳，他們有一個故事，非常實際向嘅浪漫。係，一講到就係吼，有一本書，按到等你倒轉來，雖然你唔識離開，跟下一年按到燕子啦，啊有一擺就係因為頭擺到佢漂泊嘅，佢係嗌個屋主。 哦，古作安尼所示的，啊，佢又係做過小偏鄉的愛心先生，係就去教書的，啊，佢老公按到小豬，佢係做嘅拍嘅電視廣告嘅電工師傅，啊，佢又動厲害，誒，就打嘅電工應該係種係，佢嘅拍廣告係種算伊有名嘅人，啊，結果咧有一日冇拄好出車禍嘅，哦，啊，結果嘅電工師傅就變做車夫人。 啊，佢不用咧，小燕就是一本書的作者，佢就不放棄，繼續照顧佢。哦，結果兩邊的家長就已經放棄了，因為車夫人就是冇乜個希望嘛，因為成功做得上來的安全的動手，好動手，佢就繼續照顧佢。結果照顧到佢又開始人咧冇做過8塊嘅，嚇，最後尾想嘅，唔過天一隻噩夢就開始，因為其實。 唔記得用嘅講法，你唔記得佢係乜啥，唔過老實講，佢頭擺發生嘅事情，佢會人會聽到，唔過冇乜嘅反應表情，會流目汁，就等於講，很像會觸及到佢嘅回憶啦。係咩幫定啊？就已經會放棄來，唔過佢數據冇偏離，係會復健啦，就印出到兩下，啊，兩本書咩行到會寫，很像又愛出聽一本嚟用嘅。 就等於講，也就係按照真愛，係嘛？因為佢不管佢變種用嘅，你兩上就係安尼真係浪漫。啊，剛剛哎呦，做排成，唔係懂浪漫呢。冇用嘅啦。因為你就會想到後輩嘅故事啊，就係剛剛講，按辛苦，懂辛苦，懂艱苦，懂采歌啊。唔過我知道阿小鳳畢竟係有家庭嘅人哦，就會知道。 你的功夫只有按演啊，只有按多啊，就是老人家嘅思維，佢就冇朋友啦。你講冇乜冇，老人家浪漫啦，係嘛？唔錯啊，你講唔錯。但唔過我知道，假使按呢故事本身談到，真嘅唔知解乜心管度，會就會招起來，會知道，會有酸酸嘅感覺。做到按樣冇？係真嘅要發圖做到按樣。不過，家下嘅安尼阿鳳伯嘅故事，嘅阿燕北美嘅故事。 我吼就係個偶真經像阿自己嘅偶像劇哦，會偶像劇，係咪？個樣時候我同學係個樣時係同事嘅男朋友吼，係大家學校去聚餐啊，大家啲個燈嘅下邊有個燈嘅下邊唔係有一個槓槓咩？個樣時人就坐兩隔壁，一坐喺邊上，個碌小碌個糖一來，個糖一片送菜啊，我個樣時候嘅同事哦。 然後個燈那個下面一橫槓，來過去哦，哎呦來過去，哎呦，寫來一個霸氣啦，都有呢，真見我心痛，唔我心癢癢。而最後面就講一句，人家出菜係個乾餐嘢，過來啦。我注意到，你來誰麼？你那樣來啊？是誰？我人家冇係未聽哦，人家出菜係啲乾餐嘢。過來。點唔啲啦？係冇啦咩？咩啊？變種書係係淨係安係男鏡頭，安啲男過來，叫我來頂咗喏。我係同事，這樣子還是同事。係男朋友。安啲咪鏡頭咩啊強用啊？唔咩啊？
还会就有下面杠杠毛糖。我跟你讲，谁不会动好那种没有直接的接触？哎，双，但係嗌咩稱號，嗌咩稱號，嗌咩有故事嗰類款式。就係個數下你。我緊咩要咧？你社會人講嘅態度嘅時間，有啲時你就會戇戇嘛，就行笨神就戇戇。就會行下惡背啊，就冇注意，嗌要上讀上時嘅就冇注意嘅菜，有啲時嘅食材啊就會三寶啊，冇看路嘅。有時當家。係行喺有啲時嘅有人啊，咩冇看路嘅行路行前嘅，即係衝嚟，嗌要按車係冇，嗰種就這樣一直。假使你不能衝一下，嘅台北嘅茶頭會衝到嘅屏東茶頭去咯。哎，他們都本人衝，嗰種嘅，哎呦一衝，跟住就是我嘅男朋友就哎呦，吃下種嚟過來就講，然後就非常嘅傾講，嚇，一下才出這麼幹啊，你有冇哎呦行路啊？非常傾啊，就跟，講起佢，驚到吼，打到咪痛。向外台嘆氣啊，因為這個做唔到。因為記得都唔曉等等看咧，跟住2萬報響2塊2塊嚟，你送佢啲啊！網上冇購買哦。哎呦，不過唔單止阿自己跟男朋友做過兩件事情，聽講阿爺咪條哎呀男朋友吼，沒做過青島浪漫嘅行為。動到，不要抖腳。很激動，只係力的男人。哇，你跟男什麼力的男人 ？The man of power。他喺嗰邊做男朋友之後，去學嘅大賣場，哎，一棟到係要買鞋嘅鞋，很多鞋盒，然後貼狗狗，哎，嗰種時期去隔壁嘅走道去望嘅，我就看，哎，也係嗌 size 嘅鞋呢，嗰時候我就按樣一束板凳一手來，冇想到佢很正經，按樣望下來，就跟哎。玩下來嘅同事，我嘅男朋友嚟反對，我要戀愛。佢踩先可以陪你咧，唔點啊？唔係，而家兩樣，佢係我嘅事情，佢係嗰樣是當下樣，同埋結交。好想吵人，好係咪我先拿下來？哎呀，平常是緊張嘅係等過嚟，還有是拿下來。真係，我也係自己中意，有冇因為按懵嘅？我係要板凳，係要板凳。他喺度睇架子，我同我男朋友親口啲睇咪重用嘅，我就行下哦，佢副眼鏡從後背同我公主抱，你甜啦，還有漂美。係咯，阿小莫，假使你都太買床地方，看到有一堆情侶情侶行一半就讓你公主抱，唔用白戲。老係公主抱，就老兒公主抱，你看到眼面條條一堆情侶按嚟做，一天日日三隻，哎，一兩三年後一天有片嘅，你知冇？唔係，哪怕每次都有片。係咪有種樣子，係咪都會拍片，你知冇？不只是公主抱，佢比如講我兩茶台曖昧嘅時節，佢個公園散步，佢頭前就有叫嘅，咩係動口叫嘅，叫嘅台拍，你講我想去頭前看叫，佢講冇叫暗舞，來夾夾做，我講我冇，我就去，也是啫。哦，有男朋友要想我把手話痛下去喎。老闆。講起來講得幾好，我夾夾隻玩意，逃離那個現場。哦，因為都唔掉嘅，個三百發個扯啦，個扯啊。哎呦，你就懂浪漫啊！不要再抖腳了。如果我真嘅知道，你喺北美先關注嘅浪漫嘅情景。浪漫劇重。哦，唔過講真嘅，你要會設計另外一半做過那啲浪漫嘅事情。假如講人嘅另外一半嘛，你係講自己對另外一半做過乜嘅浪漫嘅事情，好先生來講。啱哦，我做過最浪漫嘅事情是做嘅，為我女朋友做嘅手工嘅鞋，唔係手工嘅卡片，唔係種寫種，係嘅海報按台種嗰種哦。還沒有做。但係全部人家自己。還有沒有做啊？全部人家自己做嘅。還有那個4K 海報對折一半聽聽啦哈。咩啊？全開海報，全開海報，要寫乜嘅？該蛋糕全部係佢嘅朋友，係親佢嘅朋友，喺偷偷冇講冇落去講，落去同學嘅姊妹啊，某些同學啊、同事啊，全部請來寫詩祝福佢生日，懂用心啊！到佢生日嘅人拿出來，佢就看到，哎呦，按台上就是聽到冇解曬安樣啊！
还有特别嗰種相片拼圖，他們東西行嘅時間，我開始應該是賣個500片嘅相片拼圖。我開始應該為到每本幾百件咯，我那應該朋友加不卡做，結果害到我朋友差一點啊，本幾五朋友唔會。真嘅，你冇害到自家冇去判到個害到皮生意，就唔好咧，唔會。開始跟朋友喺遲到嘅，上奇怪，我朋友用咪有啲相片拼圖叫上本來就寫埋啦，結果我那個介紹講，哦唔係啊，你係啱嘅，啱係送緊五朋友，唔係幾嘅啦。係啊，介紹到我兩三哦，最近公道嘅，真的就是咁對。抽成污費啦，差一點嘛，差一點。其實還算用心嘅。我開始做好嗰種，看我當個上面是啱嘅啦，五朋友唔係幾啦。邀請配上你天數下卡片啊，咩去甲下。真嘅，其實講到浪漫呢件事情哦，其實唔假是對想法開始出發，其實就係最浪漫嘅事情。觀眾朋友們想下頭擺為到另外一半做過那條浪漫嘅事情，韓國假使人家另外一半準備來條浪漫嘅本人驚喜，結果實本人發現哦。大快睇大家驚喜，應該是等下再嚟繼續來分享了。那陸空吼，基本上比個巧克力還較小，你知道嗎？讀到懂得嘅朋友咧，好爛哦！國中朋友沒讀到，開巧克力，這個給你選了，好帥氣，好有力量，好英俊，好聰明，哎呦！好嘞，唔好個技術嘅。你來講，好矮好醜。歡迎大家多轉來後上台上工嘅節目現場，加強安尼好朋友講到，自家都平常時有做過哪條嘅都知道當浪漫本女朋友。不過好成嘅浪漫，親像安尼嘅三歲嘅細阿妹都知道，係平常嘅嗬。結婚做嘅事情啦。該辦啊，幾多時間可以空餘咯，他唔見會發現。我知道安尼阿志嘅習慣就哈，你咁會浪漫假哈？哪片浪漫？係冇？冇人見按用看，唔過你係用心嘛？對細奶來講，按用已經做得咧。唔過對按用愛做得。對小公主來講，真件還是要加油一些。還是要進步一點啦。故說安尼兩下就搶到安尼本節目有史以來最歐巴派嘅歐巴幫妹來講下頭擺做過那條浪漫嘅事情。來，拍住，我真件。我老人講，假使等下嘅故事唔拉歐巴，我要搶唔出去哦。冇問題，大家來談一下。也係關於我嗰種列一隻服裝嘅故事。佢有時我當日喺炒菜去學校，當日咯早晨6:50，我就會看到一隻服裝喺起司行茶，差唔多6:50，我去對佢後背經過，我就硬看佢腦子背，當日看。你咩先靠名好腦子？唔係好名，我知道佢腦子背上到很強哦。愛做嘅腦子背，我因為佢腦子背愛妒忌，愛妒忌，我因為按用愛喜歡佢暗戀佢2年嘅。故事你大概都看佢嘅腦子背，你本腦子背殺到咧。其實你沒看過正面吧？我有看過正面，面蒼蒼，你係愛對菜。佢有時啲學校有發動嘅健走活動，都好嘅辦事啲愛辦事嘅頭前。哎呦，假使佢後背已經冇法度啦，你睇安尼看。我按用過。唔大法師可以來啊！係好彩佢啲愛頭前，我當同我同學仔嘅翕相機，叫動過8九喎。動過，我呀跳起來又翕，我同大家講。哎，你在做那個瑪麗兄弟係嗎？我硬跳，分得分。係我咩冇吃到排聲，我同學都吃到我東西，我硬跳。因為全部翕出來都係。難怪阿爺妹唔一下上岸過，因為有勁跳，係有訓練過誒。因為翕出來都係腦子背冇就按用側臉吼。我同大家講，我全部相片寫出來。哎呦！嘅腦子背按寫我係寫嘅5×7也4×6 size嘅相片，反而我希望人緣。全部係腦子背，全部腦相片館嘅睇到咁嘅感覺咁怪怪哦。其實冇乜我切家啲，我喺向我當日帶嘅嘅腦子背嘅相片。哎，我在附近地方，你看這種是翕嘅嘛個運動會係冇，按都係腦子背，你分得出哪一隻係白鉗，哪一隻係手部，哪一隻係好線。
自由同埋認真其講。實最近因為佢本來看嘅相片按度中，我就講，遐隻係冇，遐隻係冇，我全部都要全部演出來。鼓手跟諾子不會真影好看。講諾子不有冇個貼士位啦？係啊，當然有嘛，因為按演係冇。因為嘅諾子不會真嘅，迄相片裡邊都最好看。真嘅冇騙人，韓國係做過最浪漫嘅事情，就係我暗戀佢2年，但係嘅相片又好哦，佢總算同我交往嘅。你按電影獎做了，按電影獎嘅事情那麼重要。好走。我還有拿相片俾你看。你是做了什麼法呀？咁你有拿人家相片俾你看嗎？有，我要拿俾你看。搞完以後就諾子杯。你看，我還有畫圖咧，我給諾子杯圖送俾你。佢有知道，佢看到有傻眼，不過佢講我懂電影下，佢應該係真心咩？啊，你就讓你自己走開，那種稻草人不給款嗎？係冇錯嘅動作。結果跟稻草人呢個演出來，又記嘅8絲，哎呦，馬嘅動死。他係咪懂浪漫？懂厲害，2年時間做諾子杯下過來。那最後兩場有強下嘛？有啊。有他。龍應該有水咧。你都見上嘅兩場強下，而家咪就諾子杯嘅愛情見到強下以後，拜託我看人諾子杯先好哦，人見到哦。拜託唔好轉過嚟，拜託唔好，我唔好看人正面，我看人諾子杯。你哋向面尖嘴嘅時候，諾子杯愛情。哎呦，你阿姐咪冇，阿姨，冇，你又要注意啦，好咧。不過講到呢浪漫嘅事情，我遲到加下咩浪漫，仲係講係電影獎嘅故事。我感覺懂厲害。係啊，因為感覺都電影獎啊。係當劇冇唔錯，不過咧冇浪漫嘅，不過真嘅要到時節吼，拍上緊準備，不然你當到嘅獎係當浪漫嘅事情，不然你慶祝那個大飯廳，我說結果自己不識相，潑人家冷水，係唔係？又按照情況嘛，立假啦。記清杯，同我哎呦，就有一擺我過生日嘅時間，我男朋友非常嘅用心，佢條條聽了一東江嘅傳堂，韓國最用心嘅，佢請嚟我國小、國中、高中，太好嘅朋友全部過來哦，上山上山嘅都唔知哦，Q 款咧，唔係啊，就過生日聽聽，唔過呢，嗰時間我就咩知道哦，懂 surprise，但是我完全唔知，我搶啲哦，我要落去鄉下食飯，我說我唔係落去鄉下去傳堂，佢話我啲傳堂等你哦，我就講好，佢說我自家去嘅時間奇怪，我路空吼。根本呢個比嘅巧克力還較強，你知道嗎？讀到懂到嘅朋友咧，好爛哦！嗰種朋友沒讀到，開巧克力，我說我就吃。這個梗你想評級嘅。還有咁奇怪誒，你根本因為讀到按到嘅朋友，我家家 message 本來嘅男朋友講，你根本你讀到瑪莎好巧哦，他就說比巧克力還要巧，比巧克力還巧誒，佢就講哈哈。是哦，佢就想講，佢應該本嚟講起，我差唔多就啲嘅。嗰陣呢，都係傳統嘅時間，我忽然之間見大本佢講，我基本你冇想係識幾件嘅啦，我想係玩傳統嘅啊，我調試啊，佢就講，我聽好嘅，我就講，我唔係啊，我就想係識幾件嘅啊，幾件係冇想係識，他把人過嚟識啦，佢就講做唔得啦，我就做得啦，然後佢就開始咯。已讀不回我，我叫講，我玩件咯，他就已讀不回我，想算咧，我行緊愛去幾件傳統嘛，皮下件嘛嗬，唔過到幾件傳統以後呢，大家祝你生日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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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見唔見？生日嗬，唔過呢幾時間呢，我就講，哎呀，大家聽解啊，我讀到大家啊，我就按樣講，哎呀，呢隻男朋友面。比嘅牛是行下錯，行喺懂什麼嘅按用，你按用都唔好呢，我爭唔掂，我爭唔掂。係啊，嗰時有點怕悶。因為比巧克力很好巧咯，大家都啲嘢。好咧，冇講，嘅記號真嘅，哦，真嘅。不過唔單講理解係按用點解，不過又相信啊，唔係故意，佢可能係故意直接揭穿人家。不過又相信嗬，仲係小鳳加聰明愛嗬。有一擺吼，唔成意咧，用班人情況咧。啊，因為我之前講過，我嘅結婚紀念日就讓我生日係強烈嘅，安尼夫妻真有公平嘛，我送佢送我，係嘛？上錢。係，啊結果有一擺吼，我高雄嘅聰明愛，像南投還有其他台北嘅聰明愛。
台中咧崇明爱呢。個佢帶高雄啊，佢單工送來台北咯，因為經驗係人啊本來可以食結婚紀念日嘅大餐啊，佢等係佢單工送來人係土湯圓哦，然後去食飯，啊我會食啊，我中間食飯我就打電話轉去講，媽媽，嘅湯圓有拐冇啊？哦有拐啊，啊嘅蛋糕我未買好誒，嘅幾輪講係變到變相誒，我講乜嘅蛋糕？哦，你係小鳳係嘛？哦，小鳳，我冇買乜嘅蛋糕哦。我話好，你冇買，你盲買好天天買，哦，冇關係。就當見中，然後遺憾，我本來就喺我身邊哦，我掛低以後就放我本用嘅天花上嘅，咁就去了。然後我就躺到個天花底下，啊，這怎麼辦啊？我家老趙豐公還買蛋糕。咩都太可用定一下，有時候真嘅拄到安尼嘅情況，又炸唔掂嗎？我最後我還炸唔掂啊！我還一定要不弄人家面子啊！我轉起來後，哇，蛋糕咩？好假。所以你係演員嘛？唔過真嘅你家，你就喺老小鳳安尼好。你這個最好用啊，你嘛？你再找一塊便當，看到蛋糕就馬上滾起來。哦，真冇看到，便當因為太困，硬唔掂，係買個東西。最緊就係拄到安樣嘅情況嘛，嘅白欠，你係會問因講。因為當實際嘅人嘛，你頭擺有想過，像你按實際嘅人，我讓強下下人生當無聊，當無淡無代，無安樣其實完全冇有兩種嘅問題啦，因為吼，我到了下，唔是拄過吼，變係學實際嘅人啦。無所謂意思係講，全世界冇人比你還無聊。其實係當現實嘅人啦，吼。先讓大家講一下，我講個例子啊，本大家談看好咧。因為吼，大擺個老人唔朋友強下去家樂福嘅世界咯，買東西啊，款價錢係當正常嘅事情啊。譬如講，我買個生鮮嘛，買個牛腩啦。哎呦，假設係120克嘅牛腩，然後130克嘅牛腩，大部分人會買哪一款？冇聽錯㗎。冇聽錯，看啦。我看派嚟嘛，我咪唔看派嘅咧，我看。1cc 嘅毫升數啊，幾多錢？可以算一下，1毫升多少錢？1毫升多少錢？哎呦，算幾便宜，賣幾多是錯的。我懂通。唔係啊，你下計算機長風片啊，你算時候啊，冇應用做過啊。哎呦，難怪不會精打細算，冇寸度先。有可能個最便宜嘅，都唔好啉啊。係啊。你要買差別，當然出來強融哦。你是冇強用。你是冇強用。正經冇強用誒。你下去2種以後，變埋個東西，啊咪全強。不過嘅白欠那樣講就唔錯，因為唔是塗鴉嘅唔朋友，一係其他人食咧高級嘅傳統講方式。學出來強用啊！所以我完全唔是買高級的傳統啊，梗係講買個訂什麼高級餐廳，說，哈，我唔是按樣做過。只係老白欠強下吼，都無聊出來嘅有一句，除了平常時，他跟佢唔朋友乜嘅？做人沒有清楚個，係我學乜嘅？咿呀恰恰，烏啊啦達。幹嘛嘅東西？拜託。大家講吼，之前還發明了一種新嘅東西哦，我係。比 pose 哦，1、2、3、4，基本上我一個 pose 哦，講埋個好帥氣，好有力量，好英俊，好聰明，哎呦！好嘞，冇個技巧嘅。跟日唔係要按用你的找成就感啊，你自己做嘅時間叫我講啊，假使佢講唔出來，我喺度壓到。我講，你來講，好矮好醜。基本應該最重要係兩件喎，真嘅，啊，自己得一分。唔過講真嘅，可能平常時想嚟做一啲嘅歡喜嘅事情，因為想咧一啲嘅 surprise，本嚟嘅好朋友，本嚟嘅男愛月版嘅，甚至係嗰個不看人嘅時節，假裝機會啊，你怎麼買這個東西？哦，你今天要買一個蛋糕啊，我怎麼不知道你有買蛋糕嘅時節？你不要裝作知道好嗎？你就裝作不知道就好了。如上次哦，從剛好哈啊小鳳嘅聰明愛哈，跟平常大概好關係咯。關係咯，我冇看到，因為買蓋人過，我冇看到。不過有時候就假裝不知道，反而是對我們的那個婚姻哈是一個動好嘅方式哈。你觀眾朋友們想下，你頭擺到了哈，你會準備嚟到講戲嘛？係講你係啲浪漫嘅人嘛，也係講你係實際嘅人嘛，咪用版權來做咧。等下來老大家繼續大嘴鼓了。
不做了下开始努力，开始打拼。上网大兵，叫生意，冇啦。哎，你喺重點係冇？上網打拼叫一堆聲嘅，我要好，我要抽成幾好字哦，有字有你可以上來電影下，希望佢家講對聲嘅動電影下你係重點。你們眼記唔拉好係冇？你要點講？跟住先就係你嘅基因比較好嘅。有啲講以後會計咋㗎？好啦，啊！歡迎大家多轉嚟《後生太上工》嘅節目現場，加入搶頭大家，尤其係家下愛知道阿爺妹哦，真嘅一團見佢幾年下來，我知道阿爺妹都在喺北美嘅心吼，心花花花開喺用版線。啊，然後係喺有希望嘅啦。唔過捱到真係講真嘅啦，你都真係知道都喺你嘅生活當中，都在談戀愛嘅時節，兩三情人之間，都在喺實際面較多，也係講誒個浪漫面真係要較多咧，你講？每次都實際面當然會太過於浪漫面咯，因為每次都浪漫，比方講當然浪漫啊，甜言蜜語啊，真係會太多太假咧。韓國因為吃到當然對虛幻世界強用，我說但係實際到嘅，還係較好啲嘅，因為有談到無？真係浪漫，自己種嚟做翻身啊！韓國係講當然浪漫嘅話吼，有上世紀按用太浪漫吼，你就唔會按用真下嚟。冇唔錯，你家錯重來。係唔係？來當係真爽嘅什麼嘅？係唔係？買牛奶還是要算一下 CC 數。那個就調28咧，該就調28咧。我感覺係一件事情。哎呀！咁我講到咧，理解安樣先講，後先你要贊同佢冇？其實應該都贊同理解講嘅。其實浪漫那實際兩種東西係都重要啦。係啊，咁個講下實際都唔係講下浪漫都，其實身份啲都未有下浪漫都。到安尼出社會過後，真嘅係有自由浪漫冇？挑白嘅應可能係當做浪漫係當需要嘅，因為而家感覺生活啲度浪漫，而係生活好搞啊，吵吵鬧鬧咁樣。咁個出社會之後，有時下感覺其實下實際都係浪漫做咩做盤算啊，下實際都還好啦，除非我爸爸都有錢啦，係啊，冇。其實實我嘅感覺下實際嘅感情做得讓做得向下叫，因為你市場理解聽先講嘅，你等於。生活啲啲浪漫啲度講話咧，係啊，甜言蜜語其實嘅感覺除非講生活無條無理啦，無一般人無可能話啲太買床啊，定難得啲。係咩？情趣，啱聽真是講咧，除非我爸爸都有錢。錯。情趣。我感覺下實際個生活無啦，因為感情樣做得向下叫下人啊。真嘅講嘅自己咩知道安尼。我剛剛講浪漫就係你生活當中嘅調節，還有家下阿詩人講嘅情趣，係非常重要嘅。唔過因為家下阿總共係講到嘅談戀愛，嗰種談戀愛一定要有浪漫，那麼樣辦談，樣辦戀，樣辦愛，就看到你按時機就冇說戀愛咧啊。講實際嘅浪漫，我講重點，原因同係咯，因為呢。那係呢，你唔單止可以談戀愛，行到下癮，係冇？行到一下就係下實際啲喂。因為你行到下癮，可能就會結婚，結婚就唔係兩三年愛來愛去就做嘅。柴米油鹽醬醋茶咧。冇錯，買個煲嘅啊，還有做買個xe啊，還有生意嘅啊，就開始上班族唔關門啦，嗬，18月份開冇人寫啦。讓地就慣天喎。係三夫四冇人人啦。我眼剛剛那係真嘅，佢講全係行下癮掉嘅，一天可以實際掉。唔過眼剛剛浪漫係佢一天可以要嘅。哦，真嘅係啦，浪漫。啱講下，啱先唔係講冇浪漫，係生活啲度冇比例，比例要。都係你係強用嘅，都係強用嘅，你強用嘅嗬。其實挑戰自己講嘅，有隻朋友幾名撈挑戰佢講嘅，你都強用。幾兩三要一推蛇屙，而家蛇嚟蛇妹，兩三年平常時個當實際嘅生活，做些存錢啊。係啊，強嚟啊，強蛇屙啊，咁個多正面啊，冇事要到時間時節，幾條社會上係唔係做乜嘅事情本能夠一辦嚇嘅 surprise 啊，冇事買個下特別嘅禮物啊，送東西啊，係啊，到正面嘅時節，幾條兩三秒啲嘅 FB 蛋糕啊，嘅 po 照片曬恩愛，係啊，重點哦，幾兩三個蛇嚟，加嚟個加妹哦。上到真正動的音色，很可愛，非常可愛。還有在重台嘛個，誰來動人道，誰麼動將。
哦，懂后呢，王子公主神仙眷侣啦，超棒，都不应欠钱嗰種。古早你個生法度假是真緊拄到安樣型嘅情況，大家都欠錢係冇？我相信自己沒懂希望有安嘅感覺。古早你下開始努力，開始打拼。上網打拼，叫生意咧，冇啦。你喺重點係冇？上網打拼叫一堆生意，我要好，我要抽成嘅好事哦，有字有你會上來電影下，希望佢家講到生意當電影下你係重點。你因為人記憶唔拉好係冇？係有啲會講。跟住先㗎，你嘅基因比較好的嗰種。你講以後背雞渣㗎。好啦，你頭先啱白宮有事情去講。係白宮有事情，白宮來講。大家冇注意到，而家嘅故事嘅保密就係我哋喺嘅結局啦。謝謝。因為我你用太懂演的。因為我前兩日啊，他做得係嗬，因為我前兩日啊，我咪喺開亞條去轉，我最喜喺黃太太件水幕嘅，我就講，因為我要準備其他嘢做者，我要買胖本嘅，就講，你這懂浪漫冇？你去同我老嘅做下一份細細，我就說懂浪漫，也真係浪漫，也就係成發嘅浪漫。好啦，不錯。不過黃小鳳對我嚟本來講，係知道你設計流浪漫，真正喺呢個開始成發過後，咁做得冇浪漫，咁做得冇設計。睇大家講嘅其實就唔可以講要錯啦，就講大家用嘅啲分別，因為浪漫一定愛要嘅嘛。假如講冇浪漫用嚟談戀愛，如果浪漫以後咧，你用實係講要強下嘅。就會強下面對未來嘅事情，冇錯，係未來嘅事情我要懂得設計面嘛。啊，呢個時候兩場演做得傾向，因為夢一定有想嘅一面，係嘛？冇可能演出本夢嘛。故事就按不條嘅事，我要幫忙。呢四條就會分享過來。係啦，不過唔會太仲去面對，錯嘛？古早就對阿小鳳來講，你係客記嘅成分物嘅。兩三年假設兩公婆有時間，冇做得唔差嘅生活，兩三年傾下四川簡單，就算係飯包。係，我老講有生意呢，有生意嘅也係，假設兩三年做得傾下食飯包，唔是差嘅生意，就最浪漫。不管要存錢冇存錢啊，喺講兩三年同上愛傾下食隻飯包，安尼咪係。浪漫，傾下食啲茶葉蛋，安尼咩人都浪漫。傾下薄一粒嘅飯條，一粒飯條，薄到兩間苦呢。韭菜係浪漫你都更苦呢。大家傳錢啦，小鳳哥，傳錢啦，很開咯。係啊，真嘅啦，唔好你係舉例嘛，唔係你係打比方嘛。所以講，假設真嘅要結婚要生嘅，你嘅又係重新評論呢？平常你自己喺生活時候，難免就會唔記得人家枕邊人嘅需求，就講我們也需要一點浪漫的潤滑劑。係咪？假設兩公婆嘅聲音都係按樣去緊照顧自己嘅時候，最尾你兩公婆會歡喜嗎？可能唔會歡喜，可能就要在你的生活中製造一些情緒，咁有可能嘛？係咪？你觀眾朋友們想下，你都人家嘅生活地度，係咪有那種嘅情況？假設兩三人懂設計、聽設計嘅，係咪需要一點點的潤滑劑，一點嘅浪漫？本人嘅成法行下長久哦，我記得咯，下禮拜香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花太假哥，上來了，拜拜，拜拜，讓來了，好英俊，好瀟灑，好壯碩，好聰明，好了，那個好了，我們一起來，好聽話，好帥氣，好。